再来看物价一直起，政府明年都要大减税咯。明年的综合所得税免税额有可能会调悬5000块，对92000块调悬到97000块。标准扣除额也要按算调悬6000块，对124000要调悬到13万。在进步是表示讲，实际减税调整会伫年底来公告，明年实施，后年开始就当以新制度来报税咯。物价直直起，民众的钱包也是愈来愈薄。主计总处顶礼拜公布7月份消费者物价总指数 CPI 年增率是1.88%，其中亲像休闲娱乐、买肉、食外口的费用、厝租等等起的幅度是拢真明显。而且1月份至7月份平均 CPI 年增率，甲去年同期来比是起2.26%。因为物价起的情形看落也会继续起，有可能伫明年宣布减税，后年实施。对我负担减轻是蛮有帮助的，对啊，就可以拿这个钱再去吃一餐大餐吧。一定会是一个负担啊，对啊，所以就是如果减税的话，也减轻现在的那个就是现在物价通膨的压力。根据所得税法的规定，综合所得税免税额、标准扣除额、薪水所得特别扣除额、扣税砍击等等，只要拄到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比顶一届调整累计到3%以上，就会当照起的程度来做调整。到今年7月底 ，CPI 比顶一届调整是起5.034%。那以这来算，明年综合所得税免税额会由92000调悬到97000，标准扣除额为124000调悬到13万，有配偶的人是26万。另外，薪水甲身心障碍扣除额嘛为27000调悬到217000。若是以一口罩4个人翁仔某拢有咧趁钱的家庭来做例，综合所得税扣除额调悬了后，报税的时阵会当加扣52000，照下用税率5%至40%来算，会当省2600至28000块的税。若是高薪的上班族，会当加扣21000，减达1050至8400。双薪2个小孩的话，我们呢节税的金额可以最少可以从2600块钱最多可以节省到20800块钱。所以说起来这次调整的幅度不可谓不大对民众来讲真的是一个小确幸啊。针对这点，财政部表示，因为扣除额甲免税额暂时要提悬，也要看今年10月底甲去年11月底物价起的幅度。目前要讲要上较早，而且调整的幅度等等嘛拢爱阁精算，敢来当讲机会真大。会伫咧年底公告。记者综合报道。